台中市社会局来举办着志工同乐会，志愿服务的吉祥物乐乐嘛换新衫，甲市民来见面。用囡仔充满活力动感的舞蹈起鼓，为了展现志工多元样貌，市政府举办志愿服务同乐会，邀请社福、卫生、警政等各类别的志工团体设大宣传，配合过关的活动，让民众了解各种志工团队特性。刚好身心障碍的朋友的人数跟志工的人数大约都在13万，我们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。 今日是志愿服务法实施20年，台中市志愿服务吉祥物乐乐嘛换新衫，甲市民见面。现场嘛颁奖后有拍志工团队影片记录得奖的单位。我们来参加人气奖，是因为想表达我们在地震的志工如何去传达我们的幸福，所以我们把志工的服务的幸福的影片传达在我们的影片当中，就获得这次的人气奖。 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讲，依照今年调查的资料，台中市志工服务时数的排行，台中市是6都第1名，充分展现公民参与的力量。希望讲招更较侪人来做志工，帮助别人。